你做緊乜嘢啊？寫緊啲意見箱咯，準備寫一啲要有人睇嘅規矩咯。12歲嘅 Ambrose 有自閉症，2年前轉嚟呢間專門接收自閉症小朋友嘅私立學校。呢日佢同媽咪一齊寫投訴信俾校長。去廁所或者去玩都要點啊？都要有老師睇住。好啦，咁你寫啦。Ambrose 對唔同事物都有自己一套睇法，而且好固執。以往讀主流學校，佢都經常有不滿。我可以咁講，佢每天都投訴。翻到嚟學校，發生嘅嘢，佢翻到屋企第一件事會投訴。就算到最後，老師同佢講，即係其實都係為佢好啦，定係呢啲規矩都係一個嘅學習，但係佢唔接受就唔接受。寫完信，佢放入校長室門外邊，佢親手整嘅呢個投訴箱。佢咧就係用紙皮箱嚟整嘅。咁呢個圖案咧就係Canva 整嘅。點樣攞出嚟咧？呢度就有個方法嘅，呢度就校長咧就會咁樣呢度攞出嚟噶啦。原來 Ambrose 轉嚟呢間學校之後，唔滿意小息嗰陣有老師睇住佢哋，於是走去揾校長投訴。咁點知校長唔止冇不滿，仲邀請佢整投訴箱同意見書。我當時都好驚，你冇搞錯啊！揾校長去講啲咁嘅嘢，咁但係校長竟然將樣嘢成為咗一個嘅推動力啦。咁我覺得成件事對佢係一個好好嘅學習。而家呢個投訴箱成為好多同學表達意見嘅渠道。希望我哋可以入多少少朱古力味嘅曲奇餅。課外活動好希望再增加多一啲，一個星期。校長陳欣婷覺得，只要換個角度，就可以發掘特殊教育需要小朋友嘅潛能。喺一般人眼中，可能 Ambrose 嘅不斷嘅意見表達會係一種投訴嚟嘅，但係喺我哋嘅眼中，佢係有信心同我哋去表達佢自己嘅想法，每一個都係好特別嘅。我哋要做到嘅就係點樣將佢哋嗰種特質轉化為佢哋嘅優點，令到佢哋都可以有所發揮到出嚟咯。